来是婚龄轮陪，教安好伴厝，来举办着亲子实农教育的活动，教囡仔做日本的寿司甲炊卵，佮讲故事互囡仔听。这活动是丰富多元，佮真趣味。 囡仔听老师的指示，有家长的协助，慢慢将食材放伫咧白饭，做出一项日本寿司。因为是家己完成的，囡仔拢感觉真有成就感。好玩。好玩，那你今天做什么？开玩具。今年年初打成立的轮陪伴厝，上主要推广在地文化，提供社区亲子教育和活动。以我是说故事为主，然后我先生因为他有丙级的料理的证照，所以他料理的部分都是以他为主。对年岁较细汉的囡仔来讲，透过家己动手做，帮助因学新的物件。给小孩子有一个充分的空间可以去做运用，就不用乱。社区内底有这个活动课程，为在地囡仔打造多元的学习环境，嘛互爸爸妈妈有可一机会，会当和家己的囡仔交流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